水林大沟黄金属正式上市开卖喽！水林地瓜顶呱呱。邮政公司、邮局，还有全力机店各邮局都可以行销代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生产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也可以达到非常顺畅的行销通路。那我们也鼓励我们所有的国人能够爱用我们云林水梨乡所生产的黄金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安全、健康的优良食品。那我们今天把所有在这边我们所有的黄金薯义卖的这些经费，我们就捐助给我们在地的创世基金会还有新义幼院，希望实质达到我们真正的挺小帮助弱势的一个邮政公司的目标。6年前，我们就有本着说要给一个企业回馈社会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总公司就构思了，就是关怀各地的农特产行销，然后挺小农做公益这样一个活动。那6年来，在我们云林邮局当初在云林县这么多的农产品当中，我们就择定了最好的这个大沟的水梨黄金薯，作为我们推销的一个行销的一个农产品。搁一个摊台，再来就是通路。天公伯人斗相共，咱就爱受身来超前部署。摊海，这就是阮农委会责任啦。各改良试验场所，通路就爱拜托中华邮政。啊，这个稳定的通路对农民来讲是一个后盾啦。中华邮政在董事长的支持之下扩大办理因为呢，中华邮政有很充足的商品流、物流跟金流，还有资讯流，还有客户流，这样整合起来跟农委会咱生产端结合起来，我相信包括刚刚董事长在讲的，让弱势的小农就无后顾之忧。大家做伙拼，做伙赢，做伙拼，做伙赢。